Hello，我係火火。今個禮拜有技術分析影片啦，但其實冇乜嘢發生過。由10月11號開始，我哋都係困住喺呢1400點裏面。稍後會同大家仔細咁樣數一數個市場結構啦。除此之外呢，今個禮拜呢有啲 chart pattern 睇到出嚟啦，仲有月底又要 update 一下築頂底嘅 capitulation 指標啦，同埋上個禮拜俾 Patreon 會員嘅3個紅色箭嘴位置，今個禮拜完全精準 hit 到晒啦。陣間都會同大家睇一睇。當然唔少得 Lysaght Fibonacci Levels 俾大家同埋 project 下星期嘅 Option 1、2、3。既然四度空間咁精準呢，今個禮拜喺 Patreon 度我哋會繼續用佢嚟睇睇兩個時間框架嘅一啲紅色黑色線位置同埋 imbalance 框架位啦，再拍埋落雲圖度。今個禮拜雲圖又有新嘅 update 啦，兩樣嘢夾埋一齊睇，再俾多一層 confluence 我哋。難得喺出單嘅情況下都出一個指標俾我哋，就係星期五晚嘅 CPI 同埋 Core CPI 比預期低啊！市場非常歡迎呢個消息，所以今個禮拜日嘅影片都會睇睇標普嘅 Quant Data 量化數據 project 未來幾個星期至幾個月份裡面嘅走勢同埋點數。下個星期係最多重要公司嘅公佈業績日子，所以同大家抽咗15隻出嚟，一齊睇睇佢嘅 TA Bundle 日線圖圖表。以下嘅影片全部都係技術分析嘅分享同埋教學用途，並唔係任何意見。該做決定之前請自行做足功課同埋風險評估。我哋睇睇由21年開始嘅一個 pattern 啊，大家記得當時31000，跟住就一路碌到落萬幾啦，然後24年 capitulation 之後，而家爬翻上去27000幾啦，以年計咁樣去 build up 緊呢個圓底啊，好強嘅一個 base 啊。好啦，咁幾時走完呢？時間性唔知啦。同埋走完之後呢，會有兩個可能性嘅走法嘅 pattern 嘅，而且佢係配合翻波浪理論嘅結構去 project 到呢兩款走法嘅。禮拜日 Patreon 都會講。另一個 pattern 睇到嘅就係縮翻細嚟到2024年開始呢一條黑色上升通道啊。咁當然佢有 fake out 跌穿過嘅位置啦，例如24年8月 BOJ 事件啦，同埋今年4月關稅事件啦，呢啲個別情況 overshoot 咗，跟住好快彈翻上去呢，咁我哋都唔當佢係破壞結構嘅。So far 我哋由5月開始呢，都講咗好耐噶啦，係 uptrend， 但係呢係非常窄幅，成條黑色通道佢都用唔到一半，悶悶地咁樣穩定地行緊上去啊。咁呢條黑色 lower band 呢就幾重要噶。我哋用大框架啲啦，月線圖翻返去1718年同我哋今次2425年嘅 pattern 做比較。兩個咧係非常之似嘅，呢兩個指標裏面嘅藍色、橙色線嘅結構走法咧非常類似，亦都講解過4個項目我哋要留意轉勢。嚟個 update 啦，暫時咧都係4個裏面中咗2個，包括呢個指標嘅藍色、橙色線咧係輕微做咗4叉，呢個指標都係紅色、藍色線，呢個明顯少少做咗4叉。呢個只係第一步啫，係觀察住先啫。第二步係睇呢個指標嘅藍線有冇跌穿100啦，或者呢個指標藍線有冇跌穿80，尚未發生。我哋下個月密切繼續觀察住佢。另一樣要 highlight 咧，用月線圖度就睇到啦。由18年嘅頂拉到落21年嘅頂，可以睇到有條阻力線啊。未來我哋睇睇會唔會測試被拒絕，還是成功穿破企穩再彈。喺我嘅工作坊裏面，會同大家 map out 呢個百萬變現藍圖，一步一步話俾你聽點樣由一個匱乏或者恐懼嘅 mindset 未做到穩定盈利嘅呢一邊，慢慢用唔同嘅工具幫你8星期變成一名 CPT 穩定盈利交易者。而成為 CPT 喺市場度每日穩定咁樣當佢 ATM 咁咧，都唔係我哋終極目標啊！錢或者 CPT 呢個身份都係一個工具，因為我要帶大家睇到嘅就係我哋最後尾達到嘅目標同埋一個豐盛嘅 mindset。你努力賺錢背後嘅好多真正原因，幫你攞翻財務主導權而達到你所有嘅夢想同埋目標。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掃呢個 QR code 立即免費登記參加呢個工作坊。唔止淨係俾 information 你，參加完1小時之後，我仲會俾到 transformation 你。過去5日裏面困住咗喺呢1200點入邊，上個星期5做咗呢一棍陰燭，禮拜1用呢棍陽燭追翻晒。過去5日好似困喺1200點咁，其實並冇咁多，係由呢度255至到264呢900點之爭。上星期用 volume profile 4度空間俾會員嘅3個重要點數，包括呢條紅線話俾我哋聽嘅251嘅支持位啦。今個星期啱啱落入呢度就兜得住，然後呢條黑色線嘅阻力位264，我哋今個星期亦都係精準去到264，然後黃色區間呢，就係上星期話俾會員聽257至263，我哋有機會要翻嚟填一填呢個窿先。今個禮拜就係用咗好幾日填翻晒呢個257至263嘅 imbalance 啦，所以
識到用 volume profile 係非常之咁準確，為你下個星期嘅部署完全幫到手啊！有興趣嘅可以掃一掃呢個二維碼，就會帶到你嚟呢一頁。第一個選項加入 Patreon 2級課課，你就可以免費7天睇到我喺 Patreon 提供俾會員嘅價值資訊。開始前會有3個本地市場嘅分析，有1 set 嘅 buy sell order block 同埋市場結構嘅 update 啦。逢星期日同星期一晚都會有2條影片關於港股同埋美股。呢個就係今個禮拜同會員分享嘅內容。由25年開始睇起啊 TA Bundle 啊，好有用嘅大戶陽燭同埋呢條藍色線。2月份開始一路托住我哋，跟住消息公布大插水，跟住大 V 彈，成個5月到9月都係好整齊咁樣俾呢條藍色線每次測試嘅時候都托得住嘅，直到今年10月初跌過落去，幾日之後企翻穩上嚟啦。近來又出現一 set 鮮綠色大戶陽燭啦，咁呢啲紅色轉嘴仔呢，就係每一次出大戶陽燭刺穿條藍色線，跟住嘅升勢啦。今年1月試過啦，今年5月試過啦，又或者曾經測試過條藍色線，再用大戶陽燭企穩反彈嘅，包括7月試過啦，9月試過啦，而家啱啱10月份呢個呢跌咗落去，有啲似今年1月份嗰個位置啊。咁我哋睇睇每一次出現大戶陽燭同條藍色線嘅 correlation 啦。譬如1月份嗰次用大戶陽燭升穿測試企穩到，跟住一波升勢啦。4月份 V 彈亦都係用大戶陽燭升穿，跟住測試企穩反彈，再測試企穩，再反彈，如此類推，如此類推，每一次都係做到承托再彈。而10月呢一次呢，就好似1月份呢一次一樣，用大戶陰燭刺穿咗條藍線，不過好快幾日後即刻企翻穩，仲要用大戶陽燭升穿藍色線。好啦，咁我哋分咗 1A 同 B 啦，同埋第2個版本啦。1A 嘅話就係好似而家咁，大戶陽燭升穿藍色線，將來落嚟測試藍色線企穩再升。1B 嘅走法呢，就係到時測試藍色線企唔穩打穿，一路都上唔翻去條藍色線呢，咁我哋就要走 1B 嘅睇法啦。而第2個走法呢，就係冇一個即時回測，繼續上過一段日子之後先拉翻落嚟回測藍色線。TA Bundle 日線圖嘅圖表呢，都會喺 Patreon 同大家分享嘅。好用嘅地方就係一眼意見清晰，鮮綠色鮮黃色陽燭用程式寫晒話晒俾你聽，捕捉大戶出手位置。藍色線完全係一個分水嶺，所以 TA Bundle 唔係淨係用喺細框架俾我哋做短炒嘅，無論中框架或者大啲嘅框架完全一樣都係用得着嘅。就算拍落其他商品或者你嘅外股度，完全一樣都係咁樣用。好，返嚟市場結構。refresh 下啲 memory 先啦。較早前有一 set 框架喺24242至到27073，喺10月初嘅時候，呢一棍綠色陽燭打穿咗，行咗第47步，亦都做咗由2024年開始行起嘅 uptrend 裡面嘅第5個 CDS， 然後做埋暫時嘅 swing high 27444。打穿咗呢 set 綠色 range 咧，就製造咗新一 set 橙色嘅 range，就係26095同27444。不過喺10月10號呢一棍陰燭亦都打穿咗，破壞咗呢個26095，做咗個 BOS 第48步。大結構嘅頂就出咗啦。裡面嘅細結構咧，我哋睇一睇。暫時嘅 range 咧喺24968至26400， 1400點左右啦。Option 1睇升嘅，第一步打穿 internal swing high 26400，回測企穩，再打穿大框架嘅 swing high 27444。喺數 Option 2同 Option 3之前呢，就要幫大家拉一 set FIB level， 由24242拉到上27444。右手面提供咗5個 FIB level 位置，0.236、0.382、0.5、0.618同埋0.764，位置266、262、258、254、249。下個禮拜有4項重要事項，包括今個 weekend 喺馬來西亞嘅中美 Tier 2嘅話事人去繼續洽商先啦。跟住星期4、5就到 Tier 1嘅話事人喺韓國 APEC 會議接觸，期間仲會加插一個聯儲局嘅 FOMC 議息結果。經過星期5晚嘅 soften 咗嘅 CPI 咧，市場都已經預測今個禮拜聯儲局都會預期減25點子㗎啦。而第4項目咧就係暫時講好咗嘅11月1號加徵關稅到155%。4項目裏面有啲係幾高 certainty 嘅，有啲其實都仲有反覆嘅機會嘅。咁所以下個禮拜咧，大家要打起精神，用啲貼士啲嘅工具啦。Option 2睇 range 嘅就係頭先講嘅24968同埋26400呢個 internal range 入邊發上發落，亦都可以睇埋啲 FIB level 啦，亦都可以睇埋我喺 Patreon 提供嘅 buy sell order block 啦。Option 3睇跌咧，首先打唔穿264，一級級跌翻落嚟啲 FIBs 嗰度啦，然後要打穿24968。
internal range low，同埋打穿埋呢個24242嘅 key level。好啦 ，EMA ribbon 我哋由25年開始睇起啊。今年第一季嘅升勢咧，條 ribbon 係向上 bullish 形態之餘咧，係每一條線咧係散得好開嘅，好清晰嘅。相反，4月後嘅 V 彈咧，頭先講過啦，5月到而家咧都係緩緩地咁樣慢慢升嘅，都係有條 bullish 形態嘅 EMA ribbon 托住。不過睇到呢8條線嘅分佈咧，就冇年初個斜度咁犀利，同埋中間嘅空隙冇抹得咁闊啦，可以話係好守規則啊。每一次咧最底嗰條線咧都托得住之前每一個 retracement。除咗今次10月份插針之外咧，亦都有見到一啲足身 body 跌過落去嘅。不過好彩今個星期咧又彈翻上嚟最頂條線上面啦。現時最上嗰條線嘅支持位261，最底嗰條線係258。既然下星期有4個咁唔穩定嘅事項要發生咧，咁我哋今日睇晒 upper 同 lower band 啦，274、251，中間黑色中軸262。想用更進階嘅技術工具，例如四度空間同埋雲圖呢，或者想睇睇量化數據點樣 project 標普年底同埋未來幾個月嘅一個 projection 嘅話，歡迎你過去 Patreon 免費7天試 join 2級課課。記得掃一掃呢個二維碼去參加呢個1小時嘅工作坊。我會公開點樣8星期將你由唔穩定嘅狀態幫你轉變成穩定盈利交易者 CPT， 跟住逐步逐步實現你嘅100萬變現藍圖。我係課課，你嘅 Fire Buddy，我哋喺工作坊見啦。